科幻小說，完全唔知嘅秋帆可以點樣寫出嚟嘅咯。歌詞好中意輝嘅今天只做一件事，揾錢。揾錢係需要嘅，不過點樣揾得開心呢？我覺得先至係巧妙嘅地方。揾靈感，其實萬事萬物都可以是靈感的來源。老師教我仲喺度學緊，點樣去導，點樣用我自己嘅經驗去指導，可能會容易寫書。寫書是一件既快樂又痛苦的事情。應用。聽起上嚟好似好俗氣，但係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勇氣。文化聽起來很高雅，但也需要接地氣。香港都會大學，我覺得個名改得非常之好，因為我哋需要嘅就係樣樣都會。我覺得在這裡，它有一片開放創新的土壤，讓每個學生都可以去學會做一件事情。